夏天吹冷气，冬天开始清洗保养，大概是每一个家庭拢必须要做的代志。但一般人上侪只会晓洗滤网，对着风扇甲冷却管是完全无头绪要安怎做，只好开钱请师傅来处理。为伫东区一间室内设计公司，特别将各种家庭清洁服务整合起来，并规划清洁课程，予有心重视清洁事业的朋友会当学习到一技之长。这项课程也开放予一般民众报名学习。我们空气中漂浮的这些灰尘，都在漂浮在空气中，所以呢，它会经过冷气的滤网去过滤，所以它所有的灰尘都吸附在滤网上面。有时候我们小孩子过敏啊，或是我们人的皮肤会很痒，就是这个原因所造成的。所以说，我就号召了我身边的所有朋友相关的一些资源，来做一个整合。然后我是期望说，大家可以有一个良善的学习环境，大家都可以学习得到这一门技术。本也是室内设计师，你为什么会想将各种清洁业务整合起来？陈庆晃表示，居家清洁产业从2010年到2023年这之间呢，发生了盗斧清洁偷窃案，比例非常高。所以也有鉴于此啊，我们才会想要来开办这个课程。一方面想要整合这些我们的清洁产业的人员的专业素质之外，也可以同时开放给一般的民众来学习，我们在打扫的时候应该可以怎么提高效率。陈庆晃讲，创业多年，看过不少清洁公司因为人员素质无同，时常发生违法事件。伊知影要改变这个状况，必须要为教育做起，所以开了这间结合共创清洁经营顾问公司。而这种经营模式也是全台第一间。目前伊嘛有伫全国各地开办辅导课程。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。